就可以增廣見聞，得知世界大事。好榮幸我呢次可以有機會代表學校參加小特首選舉，更能入選50強。如果我可以順利成為香港小特首，我將會實踐以下3方面政綱。首先喺教育方面，我會教導同埋糾正青少年對金錢同埋物質嘅錯誤觀念。現時嘅青少年容易受到金錢同埋物質嘅引誘，而愛好追求名牌同埋追上潮流物品，例如名牌手袋、手機、遊戲機等。女嘅呢就不惜出賣肉體而作出援交行為，男嘅呢就會作出一啲不法勾當，以賺取金錢滿足自己嘅慾望。所以我會糾正佢哋呢啲錯誤嘅觀念。第二，喺房屋方面，我希望政府可以多增建公屋，讓基層家庭有一個安樂窩居住。現今公屋供不應求，基層家庭無法承擔外邊昂貴嘅租金，更冇可能購買私人樓宇，以致選擇租住劏房。小朋友喺劏房居住，不單止唔可以喺一個舒適嘅環境下成長，而且劏房嘅環境惡劣又狹窄，根本不適宜居住環境。所以我希望政府可以多關注市民嘅居住問題。第三，喺環保方面，我希望政府可以多出一分力，喺校園內從幼兒就開始灌輸環保意識，多增加環保分類桶、廚餘桶、食物再造有機肥料等設施，鼓勵使用環保餐具、舊衣服回收，讓佢哋自幼便養成環保嘅習慣。環境方面，我希望政府可以多種樹木，減低填海等污染環境嘅工程，讓地球活得更健康。最後，希望大家投我林鄭賢一票，讓我為你哋發聲，為你哋爭取更多福利，把香港變得更好、更完善。相信我，請投上你神聖及信賴嘅一票。多謝。